中部早起落大水后，苗栗有一寡地下道拢积水甲真严重，有一台车是掉伫地下道，加在驾驶有倒出来。伫森林的西里哦，有真侪田拢浸水，农民嘛赶紧用抽水机来排水。国道台中的后里交流道嘛因为淹水哦，有2台车故障，警方是赶紧到现场去处理。 大雨落未停，日未早起，苗栗县真侪所在拢落大雨，出现积水。其中竹南的宽市路有一搭地下道积水积真悬，警方准备要封路的时，有一只轿车正向硬要驶落去，结果浸水吊车，好佳在驾驶家己有走出来。水淹了，突然淹下太急淹掉，然后我们在封路的时候，那部车就逆向进来，结果在那边淹到就这样。现在就是人没有受困，对，只有车子受困而已。对。 气象署统计，日白早起8点进前累积雨量前10名，有9个地区拢伫咧苗栗。因那消防局统计，早起有6件地下道的积水，甲5件的道路淹水。坎顶暗坑因为地势较低，嘛有出现积水塌车的状况。常常是这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地势它比较低洼嘛，就是一个洼地。哦，类似雨下大一点就会积水这样子。对。 云林县虎尾甲西里早起嘛是咧落大雨，其中西里镇一搭菜园是全部拢浸伫咧水里，农民烦恼菜去互浸烂去，赶紧启动抽水机。会烂，菜会烂。这样抽要抽多久？你要抽水机？看雨啊，你如果一直下就要抽很久啊，你不要再下，差不多1个小时就抽完了。 台中市嘛，因为落大雨，有出现部分灾情。国道1号上北161公里后里交流道的所在，伫早起7点左右，水淹到半个车轮悬，地势2台车过路。警方伫半点钟内顺利甲排除。另外，北区南京东路2段早起8点外有树仔倒去，好佳在无缀到人车，已经顺利清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